为这儿有那个。衣服没有，然后都他买的。啥名字啊？哦，听说哦，这是人生兴衰，人生兴衰，我在网上看过的。人生兴衰是那个叫舞动乐团的那个。像个竞争。对，徒弟师傅一起跳。这都会唱了，这小吕在唱，小张希在唱，小张希好久没跳了，在直播。这就献给你，还旭他们。丁真还有他们三个编的舞。我
张戏的张。有点包死。我声音小了。身心衰。这个货叫啥名字啊？不知道，这个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写了个红毛边。每天都要看。对，我又去过了，再展。
较凉快啊。你是在拍吗？在啊。你不要动啊！
这个听不到。终于听到了。
速比较快。这原本的。它一般是录的哪？一般录的。又来了，跳，全要跳的这个。你比如说我实验了，不当了就是。你那个专业模式，你刚开始是的，可能你2年不玩，你2年不是这个不得。哎，不行了，到上班了。外加了吗？照相呀，这个是照相和那个曝光度。韩姐，看到韩姐。今天经常准备走喽，11点。